AI 騙局將會比病毒傳得更快啊！九哥今日教你4招自保。各位兄弟姊妹，我係九哥。做咗9年嘅 YouTube 超過1500條影片咧，我見過無數嘅市場風浪。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咧比較沉重嘅，但係一個好重要嘅話題。點解社會越進步，騙案反而係越嚟越多呢？究竟到底係人性本貪啊，定係騙子太聰明咯？等我用30年嘅投行經驗咧，同你逐層拆解。首先，請大家大力點讚。儒家思想話人之初性本善，法家就認為性本惡。我九哥就話睇餸食飯。你睇下而家每日幾多騙案？舊年香港錄得超過4萬單嘅詐騙，損失咗超過90億。數字唔會講大話嘅，背後一定係人性嘅貪念嘅一個寫照嚟嘅。我成日都同學生講，金融市場咧就好似一面咧照妖鏡咁，呃人嗰個係貪乜嘢咧？貪快錢，貪唔使做，貪呃人容易咯。被呃嗰個又貪乜嘢啊？多數都係貪高回報咯，貪走捷徑唔使學咯。最近有個 case 就係一個老太太被虛擬貨幣投資呃咗成大半層樓，就係因為信咗1個月可以翻倍嘅呢啲咁樣嘅童話。我仲記得咧，30年前進入投行嘅時候去見客咧，個個都話穩陣最緊要啊，九哥。而家啲後生仔開口就話要年化50%嘅回報，時代變咗啦。但係貪心嘅本質咧，從嚟都冇變過，就等於好似漁夫去釣魚，冇貪食嘅魚，邊度有豐收嘅漁夫咧？特別係咧，而家經濟唔好咧，好多人急於求變啊，又話要將自己啲資金咧就保本，正正就係騙子最好嘅狩獵嘅時機。你個心入邊咧，嗰個貪字就好似黑夜裏邊嘅燈塔咁樣咧，引晒啲騙子埋嚟啊！但係大家要明白咧，認清楚人性嘅貪念咧，唔係因為自卑，而係因為要自保啊！就好似我喺 Patreon 同同學分享嘅時候，有一個叫做承認貪念，先至可以駕馭呢個貪念。呢個就係我設計投資班嘅初心嚟。AI 時代令到詐騙升級。之前美國有一個恐怖嘅案例，就係有個阿婆收到一個孫嘅視訊電話，要同佢借錢吓，樣貌同聲音一模一樣，結果就被呃走咗佢嘅退休金。後嚟先至知道係 AI 換面嘅技術嚟㗎。OpenAI 大班Altman 都喺度警告，深度偽造咧將會引發災難。而家生成一個簡單嘅假視頻，只需要3分鐘咋？點解而家嘅騙徒咁準確咁知道你要啲咩嘢咧？大數據洩漏緊嘢啊，兄弟！舊年某大券商個客戶嘅資料外洩，而家可能有啲外洩咗都冇話到俾你聽。騙徒就係跟住投資嘅金額去放一啲釣魚短信，等你啱啱買完股票就跟住收到你個券商退款嘅 SMS， 時機係準到令人哋心寒。AI 而家每小時可以生成萬幾篇嘅投資分析文章，全部似模似樣嘅。我見過最離譜嘅就係有篇假報告冒充我個名，話推薦某隻細價股啊。好彩有學員咧好醒目咁問翻我，先至知道。大家知道我一直都警告緊人工智能泡沫好大已經，我點會推薦一隻市值只係得幾億嘅股票呢？就算我喺 Patreon 或者我做任何嘅投資分析啦，我係極少討論一啲市值低於港幣100億嘅股票。點解啊？因為呢啲咁嘅股票好有可能係莊家炒作嘅工具。吹高咗之後就會散貨啦。我個 Patreon 嗰個 Discord 討論組點解得幾十人咁少？大部分都係讀過九哥嘅投資班嘅同學嚟嘅。出邊你見閒閒地都見有幾百人嘅討論組，
根本就係有好多人伏喺度做散貨嘅工作啦。你哋知唔知啊？講到 AI， 就算係最新嗰啲咁嘅聊天機械人啦，都已經識得分析你嘅情緒啦。聽其他人講啊，如果你回覆得慢咧，佢就會扮關心；你猶豫不決咧，佢即刻加大優惠要你落答。呢啲咁樣嘅情緒操控嘅算法咧，係連心理學家咧都話好難應付。巴菲特舊年喺股東會咧講得好啱，佢話 AI 詐騙咧將會成為增長最快嘅行業之一啊！但係大家唔使驚嘅，只要你識得破解，科技永遠取代唔到人類嗰個判斷力。呢點正正就係我教投資班嗰個嘅核心思想，點樣分辨一啲咁嘅騙局，咁咪就可以離開啲危險咯。莊家股要散貨，你一望個圖你就知道㗎，你點會同佢上車一齊癲呢？講咗陷阱咁多，點都要同大家破解一下一般嘅騙局嘅呢啲咁嘅流程啦。起碼我見到就有5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落嚟啦，釣魚都要落嚟啦，專門攻你嘅貪念，保本、高息、零風險，都係永恆嘅3大謊言啊！記住九哥呢句話。越吸引嘅條件，越大機會係陷阱。正規嘅投資係從嚟唔會保證你一定有高額回報。我做期貨教班都係話，我希望爭取一個60%嘅勝利比率。你有冇聽人講過炒期貨有90%機會贏啊？一聽就知呃人啦。第二個階段，佢會同你建立一啲信任。而家騙子咧就好專業㗎，佢偽造銀行單據，又用 AI 生成一啲咁嘅成功案例，炒股票贏幾多錢嘅影片。有學員同我講咧，佢話騙徒甚至盜用我嘅影片改頭換面，乜嘢大長金、大長銀、大長有贏到開行，所以一定要嚟官方渠道認證下有冇呢啲咁嘅發生過。第三個階段，佢哋會令到你製造焦慮，同你講，喂，最後3個名額或者限時優惠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做飢餓營銷手法，就係令到要你咧冇得冷靜思考。我成日都話，真正好嘅投資機會係永遠唔使搶噶。但係去到第4個階段就係俾一啲小嘅甜頭你啦，就係等你放低應有嘅戒心嘅時候，大把騙局。頭1個月、頭幾個星期都俾到一啲，譬如5% 嘅回報你，等你咧更加瞓身，由1萬變10萬或者100萬，佢哋就可以逐步連你嘅本金都攞晒，等你拎唔返。點樣做啊？就去到第5個階段，就叫做鎖死逃脫。佢最陰險就係嚟到呢一步，你想攞錢咧，佢就要你俾解凍費、手續費，你先至可以拎得返錢。結果俾咗錢之後，就越陷越深。記住，任何要額外付費先至可以攞返原先投資嘅本金咧，絕對係騙局嚟㗎啦。講完咗點樣可能一步一步走入獵人嘅圈套，大家識得點樣避開之外咧，九哥今日教大家4招 AI 時代嘅自保方法。第一招，貪念體檢法，將個貪念去做下體檢下。每次見到投資機會，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點解揀中我嘅？第二，點解咁隻數咧？第三，點解要咁急作出決定咧？好似我開投資班報名之前，我都會提醒大家睇清楚課程內容啊，係唔係真係適合你去做呢個咁樣嘅投資學習？冇諗到去買嗰啲投資產品，貪字變過貧。第二招就係叫做強制冷靜期，自己定嘅呢個。買保險可以有一個冷靜期，投資決策需要更加多嘅時間。任何投資一個淨資產超過自己嘅1成資產，譬如100萬投資10萬，我就會用呢個咁樣嘅冷靜期去做。我同大家分享一個24小時法則，好多時第2日瞓醒你就會發覺，咦，有啲破綻喎。第3招，經過更加多嘅渠道去認證下呢個咁嘅投資。你收到投資建議要用唔同嘅渠道啦，
去確認下係咪真有其事，並且徵求更加多其他人去睇，咦，會唔會真係咁大隻蛤乸，值唔值得去考慮？曾經有學員收到冒充我嘅信息，直接咧佢 WhatsApp 我去確認，就避免咗一啲損失。呢個習慣至少幫佢慳翻10幾萬。我從嚟唔會建議喺高位買入，即係10萬以上買入比特幣。而家其實我係睇淡緊嘅，有一個大喇叭嘅形態，大家睇下月線圖就會知道。問下多啲人嘅意見，唔好淨係信對家。因為你入咗局咧，係好難抽翻嚟嘅。第4招，學習防禦嘅投資，與其就係俾人哋呃幾十萬，不如用幾千蚊學下真嘅技術。九哥設計嘅課程就係針對呢一點，教你點樣睇穿市場嘅陷阱。唔少學員上完課都話，早10年識你就好啦，可以避免咗走好多嘅冤枉路。起碼唔會俾人呃得到。各位兄弟姊妹，貪念咧其實係推動社會進步嘅主要動力嚟嘅，關鍵係在於你點樣導向一個正確嘅方向。九哥30年前都係貪先至成功咁樣進入咗投行，但係都要努力同埋不斷學習咧，去實現自己豐富嘅知識嘅。點樣將貪財轉化為貪知識呢？我製作 YouTube 視頻嘅背後咧，就係針對知識嘅貪婪。最近有 Patreon 學員同我講咧，用我教嘅方法咧，佢避開咗起碼3個投資陷阱。呢一種嘅滿足感咧，亦係金錢咧買唔到嘅。與其追求一夜嘅暴富，不如學下我咁用30年去建立一個專業。如果你明白，知識就係財產，智慧就係寶藏，理解就係財富，無知就係貧窮。你最聰明嘅貪咧，就係投資俾自己。你見我成日都鼓勵大家去上堂，唔係為咗賺你嘅學費，而係真係信得過咧，呢個係最快見效嘅投資嚟㗎。你唔需要一定揾九哥。你可以揾其他更加優秀嘅導師，但係佢仍然係製造俾你學習嘅機會。淨係睇我嘅影片係唔夠㗎，更何況好多所謂而家出邊嘅 KOL 根本佢哋都唔知道乜嘢叫做市場，就喺度到處同你哋分享。最後我送俾大家我嘅座右銘：貪要貪得聰明，防要防得好徹底。喺呢一個 AI 騙局氾濫嘅時代，真正嘅財富唔係賺幾多，係守得住幾多。2年前我發布呢一個 JPEX 事件嘅視頻，而家16個人已經被定罪。希望今日呢一條片入邊嘅警告可以幫助到大家遠離開呢啲咁樣嘅騙局。記得分享俾更加多嘅人。如果大家真係想學更加多嘅防身術咧，歡迎嚟到我哋嘅投資班去交流，或者加入我哋嘅 Patreon 去有好多嘅分享。記住，世上最好嘅投資就係投資喺自己嘅判斷力之上。如果大家覺得呢一個視頻有用，想我以後再講多啲啲咁嘅防騙知識咧，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我其實有啲計劃嘅，亦可以將曾經受騙嘅經驗咧，去同大家分享。唯有咁樣咧，大家先唔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貪學識唔貪財，騙局自然會離開你。今日落堂，拜拜。九哥會繼續跟進環球市場發展情況，債災、流災、股災，記得訂閱、大力點讚同埋分享俾朋友知道。想更加好咁樣掌握點樣投資同埋財富管理咧，馬上加入九哥話嘅 Patreon啦。